台南市政府支持成大病院建立提升急性脑中风转诊品质计划，推动急性脑中风病患的转诊效率、治疗品质、复健效果、降低适应的程度。该系统自112年10月正式上线了后，会当看出转诊效率、检查效率等多项数字，拢有30%的提升。那在脑中风的抢救方面，包含了到院针对119我们在119有一个训练课程，让我们的消防员很快的来辨识，然后在最短的时间、最及时的时间送到最适当的医院去。然后接着我们台南市布建了一个相当好的一个脑中风的取栓手术的一个团队。那这个团队呢是由成功大学附设医院的宋碧山医师宋教授，他来帮我们整合台南地区包含了到云林嘉义的几个医院那我们做一个整合，然后大家成立一个转介的一个网络跟转介平台，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来进行这个脑中风的取栓术，把血栓拿出来。那在刚才的记者会里面，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也看到了明显的成效，可以减少了30%的延误时间，可以增加这个30%的成功率，可以来减少很多的后遗症跟并发症。另外，在食安的部分，台南市也推动5环政策，为这个面向来维护市民大众食的安全。食安5环，环环相扣。我们在食品的每一个段落，从生产、制造、贩售以及厂商责任，还有全面监督，这5个环节，我们大家都一起来着力。这项5环政策，今年也继续赢获第1名好成绩，2次冠军加起来，也让台南得到2700多万的奖励金，而且这也是6都内底唯一连续2届拢第1的城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